疫情期间，真侪注重卫生健康的民众，拢会伫身躯顶扎一罐消毒酒精，用来防范病毒。不过，详细一看这个牌子，哪会有生命的图片伫顶面？原来这是因为西来安的5号大地伫日前特别降至指示制作，所以庙方向统一公司联系，特制一批檀香的酒精，要来免费发送给市民大众，协助大家对抗疫情。世界各国呢，这个疫情呢，已经过来非常的严重。这个咱西来安呢，因为个想讲这个秋冬这疫情严重呢，咱过来一个准备。因为经过咱这个主管的指示，甲咱土地咱科经理呢，这个来研发一个这个檀香防疫酒精。因为这个咱这个西来安5号大地是咱这个管理的这个瘟疫，所以这个疫情呢，因为已经渐渐开始，世界各国咧，咱进入的这个所以咱本庙关心就讲这个疫情个，所以呢，阮本庙咧一个这个，阮5号大地这个伊的职责就是这个管理这个瘟疫呢。5号大地另外称号嘛，叫做稳步主宰，这会互未少信众相信，这个檀香酒精伫经过生命加持了后，更加有成效，希望会当防止疫情的扩散。我们信奉的那个五湖大帝本身，它就是瘟疫的那个之神它提供我们这种酒精，对我们信众来讲是有那种安定民心，然后也可以达到防疫的效果。酒精咱会当清洗嘛，会当喷咱这个空间吼，因为重点咱开发这个檀香吼，内底会当安定咱的心灵呐，咱心会当安静吼。重点嘛是经过咱5号大地吼，会加持了吼，迄个生效吼，会搁比一般个也好，因为宗教信仰就是要安定咱的人心嘛，搁有咱5号大地帮咱加持了，我相信这个效果会愈好。北区区长李鸿兴嘛特别来到现场致意，并颁发感谢状。曾经咱西来安嘛捌做着咱的防疫箱包吼。互咱的民众来索取啦，所以咱西来安咱的主神吼，咱的5号大地嘛慈悲为怀所以拢会提供着一寡，互咱遮的众信众咱的众朋友吼，会使来索取，来做一个这个防疫的工作。这800罐檀香防疫酒精，庙方为即马开始，每天早时7点到暗时7点开放予民众免费索取，但因为数量有限，呼吁民众会当尽早来摕，做伙来做好自身防疫的工作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